水哥，那我们今天来到洗漱啊，这里应该就是我们洗漱。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今天又来到了社区好好玩系列，昆喜湾小旅行的最后一站湾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湾里部落有什么好玩的哦。那一样，我们要邀请我们昆喜湾小旅行的达人水哥出场。水哥好，水哥，我们刚刚看到好多小朋友在捏青草，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湾里特殊的文化吗？早期湾里社区它总共有3间庙宇，小暑至大暑的时候都有一个煮青草的文化。不单单就是让学生来体验，就是整个社区都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水壶来装这些庙宇所煮的青草茶。那等一下呢，就要请水哥再带我们去湾里其他好玩的地方喽。走，水哥，你骗人，这里是湾里吗？是啊，我们湾里有马场。这是我们南区，也是台南市唯一的一个马场。那来这里会有一个骑马体验，还有马的生态的那个做简介啊，所以湾里社区不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它真的是一个观光非常好的地方。是，要不是你带我来，我真的还不知道湾里原来有一个可以骑马的地方水哥，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在市草吗？有好多红树林的感觉哦。不是，这边是我们台南市最末端跟高雄市的交接的一条河川，叫做二仁溪。所以呢，在昆喜湾小旅行内啊，我们还可以体验到生态，像红树林这一块。游客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可以坐我们的船，从二仁溪出海口，上游直走2层航溪，到那个位置。总共航程这体验这个周遭的这些两岸的生态，将近快2个钟头啊！所以这一趟下来是值回票价，真的是非常值得。就是在参加昆喜湾小旅行，你可以多面向的来看你住的社区，这样。是。我们的昆喜湾小旅行就在这3集里面，湾里、昆生跟喜树在这3个里面来做结束。我们知道我们的湾里的万年殿算是大庙，对不对？是。那咧介绍阮地方，让人知影的时阵拢会用比较简单的言语去介绍一个社区的特色。那这样有记忆点。这个都是我们在我们小旅行里面，我们所谓的社区深度小旅行。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一年一度真侪人期待桂林式客节，今年将选伫8月9号，伫桂林的林寿宫庙埕来举行。常务包括市长黄伟哲、农业局长谢耀清，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甲区长、式侨产销班的成员，拢出席为活动来宣传，大力推广高品质的桂林式侨。好不好吃？好。归仁世家节即将要展开。我相信贵人的世家这个它的一个品质以及它的知名度都已经越来越高，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都能来贵人。其实世家的这个做法它的一个吃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元，世家也可以考虑入菜那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而且我们跟东部的世家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这部分东西辉耀应该有一些蛮好的一个这个成果。市长表示，桂林的式侨是国内西部地区栽种面积上大，大约有60公顷，一年的产量1100吨左右。不但甲台东的式侨同款有名，而且品质一档比一档搁较好。市长欢迎全国的民众做伙来桂林的式侨节行行踅踅，并且大力来使用3倍券或者是农药券。来选买优质的农产品，不但会用刺激消费，
而且佫用个抽厝、甲汽车顶大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水高社文化园区对去年12月份开幕到现在，一直拢有侪民众来参观，了解过去冠村甲空军的文化。现在市府文化局为了吸引亲子甲喜爱艺文表演的游客，特别规划了水高社晴空艺术节的活动，将会有3大主题，同时邀请侪表演团体来进行演出，甚至还佫有小朋友上爱的泡泡互动游戏，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佚佗。从8月1号到8月16号的周末期间，有非常多的活动，包括晴空市集，有很多非常有趣、好玩、好吃的这样子的一个市集。那也有所谓的亲子的活动，包括指导小朋友这纸飞机。大家认为做纸飞机很简单，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它有很多的技术。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人士来教大家折纸飞机，让你的纸飞机可以翱翔天际。那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台南在地的非常杰出的舞蹈团体，用舞蹈的方式来诠释水交社的文化、历史跟故事，同时也有一些戏剧的表演。日前文化局也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邀请全国的民众会使来体验属于水高社这地方的回忆。同时，周边也有真侪景点会使顺顺的行的。我们希望说，大家唤起过去在水交社的历史，尤其是空军元素在里面。我们很希望说，各位好朋友能够深深的品味这个来自这个过去一段非常感人历史的一个社区，现在把它营造成一个艺术园区。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来台南的时候，一定要来水交社一游。台南当然是一个古都有很多文化的元素里面，其中在水交社的特别的这个眷村文化，尤其空军眷村文化，特别具有意义。也希望说大家也一起来。那整个的艺术节活动有非常丰富多元，包括我是非官的活动，还有包括很多多样化的，都很适合在暑假期间全家大小一起来。那我相信水交社一定给各位满满的回忆而归，也希望说来了水交社附近很多景点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台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艺术节对8月1号开始，连续3个礼拜，每礼拜的拜六、拜日都会有无同的活动甲表演，同时拢会有市集。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到水高社文化园区，也就是文化局的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吕维印、林志展、陈秋红、甲李宗翰，以及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副理事长陈三吉，28号下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认为教师的职责是教学，毋过后来有真侪行政业务，却甲教学无关系，互教师成为学生卡的办卡人员，因此要求市府教育局应该要马上改善，并且将办卡的业务回归予专业的申办人员，减轻教师的行政负担。你在办卡的过程当中，这毕竟是属于一个这个一卡通的一个业务范围之一。好，那希望这个教育局未来在可以让一卡通公司直接来到学校，来去完成这个申办的工作，不是把这个申办的工作来交付给这个学校里面的注册组长，或者说注册组的这些老师们。这增加着咱老师额外的工作，爱替因精力足疗，遗失的时候要帮他们报备，各种流程都是透过老师来解决。但这件事情本质都应该要由一卡通公司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教育局虽然在透过这种事情来推广了吼，但我们认为本质上还是应该要让教师回归专业，一卡通该负的责任、该付出的应该要交回给一卡通自己本身来处理。过去它一卡通的它的据点是在高雄是比较多的，但是在台南这边的据点相对是几乎是没有的。那这么多年的这样布建下来的话，我们认为一卡通公司它有必要，它在台南市这边全面的去布建它所有的服务据点。对此，市府教育局课程发展科的科长陈延华表示，当初为了推动智慧数位城市，将电子票证结合学生卡，目前各中小学的学生卡申办是由教育局来办理。
毋过办理至今，国小的部分已经开放家长来自由选择。那在国高中的部分呢，其实他们对于这张卡的一个使用率还有方便度、便利性来讲，他们是有高度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部分呢，在国高中还是维持跟学生证的一个使用那至于国小的部分呢，的确他们的开卡率，因为年纪比较小一点那在使用卡本身的一个功能性来讲，也的确比较不像国高中生自由度有那么大，所以他们的确对这个部分的开卡率是比较低那的确也是国小的部分比较反映说这个loading 上面有比较重一点那因此呢，在国小的部分而言我们从109学年度开始会是采用自由办卡。议员强调，并无反对电子票证来结合学生卡，毋过亲像信用卡或者是保险同款，申办人员拢应该由该公司各自来负责。因此，建议一卡通的公司应该爱伫个各地来设置服务的据点，并且派员亲自收件来办理，减轻行政负担，教师回归专业，减轻行政负担，教师回归专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由知名的咖啡连锁业者所规划的手作鸡卵糕体验教室，现在全台第一间的门市正式伫台南开幕。主打民众只要空手到店内，对工具到食材全部拢已经准备好啊！民众会使轻松体验到制作鸡卵糕。除了定定看到的鸡卵糕口味以外，业者也有规划宠物的鸡卵糕制作，要互民众家中的毛小孩嘛会使品尝到主人家己做的鸡卵糕。业者强调，会选择台南上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台南丰富的农特产品，所以因现在也推出台南水果口味的鸡卵糕，互消费者来选择。因为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发现那个宅经济非常的夯。那很多朋友，相信大家也有一些朋友都喜欢在这个 FB 上面分享自己在家里做的东西。但其实有时候在家里面，有时候器具其实并不是够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有这样一个趋势，那这样子一个市场应该很值得开发。所以我们就选择台南呢，开了这样子的这个 DIY 的手作烘焙坊。那这个也是我们集团第1家。尝试这样子的店的一个品牌，那主要选择在台南，最主要台南是因为历史的古都嘛，然后它又有丰富的这个物产跟农产，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第1家店，我们就是在开幕期间，我们推出这5款的台南水果蛋糕，等于你来台南2天1夜游的话，你来这边做个 DIY 蛋糕就可以吃到所有台南的水果，那包含这个玉井的芒果啦，还有我们的这个关庙的凤梨啊，还有这个大内的这个火龙果等等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水果蛋糕。那你只要人来就好，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人来就好，跟着我们这个平板呢的步骤，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蛋糕带回家。那除了这个水果蛋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里我们有提供做这个宠物蛋糕。这个宠物蛋糕呢是真的给狗吃的或是给猫吃的相信很多这个爱狗爱猫的朋友呢，都有在想说怎么样让这个毛小孩更健康。所以这个它的造型呢它是一个蔬菜的一个混合的一个宠物蛋糕，所以你在这边呢，可以把那个你对这个毛小孩的爱呢，透过这个 DIY 的方式呢，做一个蛋糕拿回去给他吃，这样子。开幕当天，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见证，同时现场体验手作鸡卵糕。市长除了肯定业者选择台南，也呼吁民众会使来店内使用3倍券，除了会使享受优惠，也会使抽大奖。鉴于他们把台南当作第1首选，台南作为美食之都，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所以说我们很乐于期待我们干粮者在台湾继续展店，同时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3倍券来这边应该可以用的哈，因为我们台南的3倍券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3号突破1亿，到7月27号突破2亿4千万，所以这基本上从几何级数的倍数成长。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许许多多的商家凡是有开立统一发票的，通通都可以来加入这个3倍券的抽奖。当然，肝胆者就肝胆中哈，肝胆者肝胆中奖哈，很简单就让你中奖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肝胆者在台南好好的发挥，台南一定会做你这个最好的 partner， 而且是全力的协助。同时也甲知名的旅游平台来合作，将手作技能课的体验课程加入到旅游行程当中，期待会使带动台南的观光甲农业的共同发展。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喙齿因为皱起、外伤，或者是牙周病造成的牙髓感染，甲牙髓组织破病时，通常拢会进行根管治疗，目的是要医治感染、改善症状，并且保留喙齿。毋过，也是有袂少的患者伫咧治疗坐监时，仍然持续有症状。因此，台南市立病院齿科部医师黄杰莹就表示，一寡肉眼较歹看会到的小根管的开口，或者是复杂的结构，会用的借由显微根管来治疗。我们会应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像是原本的根管腔钙化，就是不好清除下去，或者说有一些阻塞物，像是断理器械，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解剖构造啊，或者一些比较深部分叉的一些额外的根管，或者甚至说进行一些活水治疗，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牙髓的样子去加以治疗的。然后另外像是手术的部分也可以使用，传统手术跟显微根尖手术文献上也明显的有比较说有差异的部分，就是成功率可以高的2到3成，所以基本上目前显微根管在手术部分也是主流的部分这样。医师强调，除了切看的根管钙化，需要利用牙科的显微镜以外，其他特殊的根管形态，或者是根管卡阻塞物等，拢会用配合高倍数的显微镜来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天狗热曾经伫台南造成严重的灾情，对此现在只要到天狗热的高峰期，民众甲相关单位拢会提悬警觉。奇美医学中心就针对2015年大流行的时阵的资料来做研究，发现天狗热的患者只要有这5项的高危险因子，就有可能造成死亡率的提升，分别是高龄、低血压、少血、糖尿病、长期倒伫门床等等。提醒民众爱多加来注意。我们奇美医学中心呢，以2015年登革大爆发的病人资料来做研究，发现有5项的死亡危险因子。有哪5项呢？第1项是高龄者，第2项呢，是低血压，第3项呢是有咳血的，第4项就是有糖尿病病史，第5项就是长期卧床的病人。那这个我们奇美医院呢，我们把我们的登革研究资料呢，陆续发表于国际的知名的 SCI 期刊。让全世界都可以参考。另外呢，我们奇美医院更进一步把我们的研究的成果呢，再把它发展一套 AI 的登革热病情的预测系统，可以及时来预测登革热病人的病情，提供医师跟我们病人来决策参考。整体来讲，天狗热的病人如果有3项以上的危险因子，死亡率就会提悬到45%。5项危险因子里面，如果有1项危险因子的话，它死亡率会增加多少倍？13倍。那如果2项的话，会增加34倍；那如果有3项以上的话，死亡率就会增加444倍。奇美医学中心医疗团队也甲 AI 大数据中心来合作，建立了预测的模型，并甲医生看诊的系统结合，让医生伫看诊的时阵会使更加快速的来预测天狗热病人的风险。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台南历史悠久的贵中发病院，因为环境的冲击，加上希望提供病人更较好的医疗品质。现在也决定将要甲成大病院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对一开始的合作病房，到现在将要进行的合作经营，19号上午正式由双方的代表签署合约书，未来将以良医进社区的理念来努力，要让社区的病人会使得到医学中心的照顾。台南郭综合医院是一个社区中型的社区医院，好。那我们今天有幸呢跟成大合作，好，我们那成大呢会给郭综合这个派遣很多非常优秀的医师，那可以提升这个本院的这个医疗品质，然后照顾更多的病患。成大医院的成立是为了要
保卫整个嘉南平原民众的健康。那30几年来，我们也兢兢业业为这个目标继续努力。那我们更希望整个成大这个大学医院的资源能够落实到社区，落实到整个地区去。所以今天很有荣幸的可以跟国总医院一起来接这个缘，让整个成大医院这个优秀人才能继续在这边服务。那双方落实，整来做转诊。双向转诊，还有整个能够把我们的照护面更扩大到整个大台南区200多万的民众，继续往当我们是成大医院是当守卫整个嘉南平原民众守护神的责任。合作经营后，第一个重点就是将由成大借调妇产科的郑雅敏医师，到贵中学担任院长。初期将以妇产科甲外科互相支援甲训练为主。未来呢，我们先从这个妇产科跟外科着手。我们先从门诊、手术、病房，把这些基础都打好之后，那在中期的话，如果这些基础打好之后，我们就会扩展到其他的科别哈。那长久来讲，我想就是一个目标，我们达到健保署所以分级医疗，这个双向转诊的一个目标。那甚至让地区郭综合医院已经深耕这么久的一个医院，它的地区基层做得非常好，我帮这些基层的民众呢能够享受到医学中心级的一个服务啊，这是我在医疗品质部分是能够更期待能够精进的。透过双方的合作，除了让贵中学的医疗照护会使更加提升以外，嘛会使落实分级医疗甲双方的转诊，希望会使达到医病保3赢的局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